Hello，大家好，我係 P18嘅 Miranda，歡迎大家嚟到 P18嘅醫學專訪。好多人都話咧，膝頭哥痛啦、髖關節痛嘅時候咧，都唔知點算好。其實呢一個都係好多都市人有嘅疾病。今日我好開心請到骨科醫生張文康醫生咧，接受我哋 P18嘅訪問。等我問下佢關於呢個膝關節同髖關節嘅治療先。張醫生啊，我想問下咧，好多人咧好後生嘅時候咧，已經咧覺得有膝關節痛。例如我媽媽啦，都曾經試過咧痛到咧行唔到喎。咁其實咧，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同埋可以點樣治療㗎？嗱，其實膝關節痛或者膝關節嘅問題咧，可以話係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最常見嘅一個醫學嘅問題。如果你睇翻研究咧，睇翻所有病人去睇醫生嘅長期病咧，原來膝關節痛或者膝關節問題咧係第3位，僅次於呢個高血壓同埋糖尿病嘅。咁所以呢個問題可以話係非常之常見。而睇翻最近啲數據咧，我哋發覺原來越來越多相對嚟講年輕嘅病人咧都有唔同類型嘅膝關節痛，咁所以呢個問題咧都需要正視嘅。咁如果膝關節有咁多種類嘅問題啦，包括創傷啦，包括唔同嘅炎症，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最常見嘅問題咧，都係呢個退化性嘅膝關節炎，即係簡稱叫膝頭退化。呢個係相對嚟講最常見嘅。咁大部分嘅病人個症狀都係由一啲疼痛引起啦。咁一開始佢基本上淨係做某啲動作，例如跪低啊、上落樓梯開始痛。咁漸漸隨住個退化越嚟越增長咧，就會開始出現一啲嚴重嘅問題啦。例如個關節好僵硬啦，即係伸又伸唔直，屈又屈唔埋啦。佢有一個明顯嘅變形啦。咁呢個就係由一個初期去到中期去到晚期個膝關節退化情況。張醫生啊，咁咧好多朋友咧都話咧，其實咧開頭嘅時候咧，耐不耐覺得痛啦？咁佢係咪屬於初期？而初期嘅話咧，係咪一定要做手術，定係有其他嘅治療方法㗎？嗱，我相信基本上每一個中年人士都曾經試過膝關節痛嘅問題，咁好多時都係一個早期嘅退化勞損嘅徵兆。咁基本上我都建議病人就唔好掉以輕心啊，諗住唔係好大件事啊，都其實值得咧係如果個痛係困擾的話，真係揾專業人士啦或者骨科醫生咧去檢查一下。咁我哋會安排相關嘅臨床檢查啦，或者安排啲唔同嘅影像檢查，包括 X 光啦或者磁力共振，去評估翻個膝關節有冇唔同類型嘅結構問題。如果確定真係膝關節嘅退化，咁個退化去到咩程度啦？又或者牽涉到乜嘢位置，例如係軟骨嘅問題啊、半月板嘅退化或者筋腱嘅退化，咁你都可以對症下藥。咁一般嚟講，如果個病人確診為一個早期或者中期嘅膝關節退化，咁一般嚟講，我哋都係以保守治療或者叫非手術治療為主。咁非手術治療又分為藥物治療同埋非藥物治療。咁如果非藥物治療，其實最有效嘅功用咧，就係一啲唔同類型嘅運動啦，同埋一啲物理治療嘅。咁而以咁多種運動之中，你見到下肢我哋咁多肌肉，其實最重要嘅咧就係大髀對上呢個四頭肌嘅肌肉。四頭肌嘅肌肉嘅基本作用咧就係做一個踢腿嘅動作，即係將隻腳向前踢。咁如果個病人希望訓練到呢個四頭肌咧，其實簡單嚟講就係做一個向前踢嘅一個訓練。咁當然啦，如果就咁踢空氣咧，對於啲中年人士嚟講就可能太簡單啦。咁所以一般嚟講，我會建議佢係一個輔助嘅運動咧，即係可能綁個沙包落去啦。又或者啲病人去呢個做健身室，係一部機去幫佢踢咧，其實都係練緊呢個膝關節上面嘅四頭肌嘅肌肉嘅。又或者我會叫佢試下靠住牆慢慢踎落去，即係做一個好似坐無影凳嘅動作。咁呢啲都係有效訓練到呢個四頭肌嘅力量。而我哋知道四頭肌嘅力量咧，係對於膝關節功能咧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四頭肌肌肉係強勁咧，係有效可以舒緩膝關節因為退化引起嘅唔同症狀。咁至於藥物治療方面，咁我知道坊間有好多病人就講有唔同類型嘅補骨藥啦。如果大家去一啲嘅社區嘅藥房，都會見到成個櫃咧都係唔同類型嘅補骨藥。咁但係咧就不幸地暫時未有一種呢啲所謂嘅補骨藥啦，或者補充劑咧係非常之有效去幫到呢個退化。咁當然我自己就唔係好介意病人去食呢啲藥物嘅，即係如果佢自己食呢啲藥物，又或者醫生開呢啲藥物俾佢，而佢又覺得有效咧，咁當然係可以繼續食用嘅。咁除咗食用嘅藥物之外咧，咁另一啲治療就係啲注射式嘅治療啦。咁最多人用或者最
歷史悠久嘅就係我哋叫做透明質酸嘅注射，咁即係俗稱嘅啫喱針啦，或者好多內地嘅朋友叫一啲叫玻璃酸嘅嘢。咁簡單嚟一個概念就係將一啲啫喱去打落去個膝關節嗰度，咁佢有兩個作用嘅，就係一個潤滑性嘅作用啦，即係令佢喐動舒服啲啦，又或者可以係補充翻呢啲咁嘅蝕咗嘅軟骨。咁但係如果你睇翻個臨床數據嚟講咧，個變化都幾大嘅，即係有啲病人覺得比較幫到手，亦都有班病人咧就覺得唔係話太有用。咁呢個個效果都比較因人而異。咁除咗頭先講嘅可能運動啦、藥物啦同埋透明質酸之外咧，近年嚟咧有冇引入一啲新嘅方法咧，可以俾病人選擇啊？嗱，近年嚟香港引入咗一隻新嘅注射療法，叫做自體血蛋白溶液注射治療，或者英文簡稱叫 APS。咁呢隻係喺2017年度咧喺香港開始出現，咁而家都開始多人考慮呢個治療嘅。咁個治療概念咧，簡單嚟講，首先喺病人身體裏邊咧係抽大約60毫升嘅血液出嚟，跟住我會利用一個無菌嘅離心機，將呢60毫升嘅血咧分翻為唔同嘅部分，再將中間有用嘅部分濃縮，就成為大約3至4毫升嘅 APS 嘅溶液。之後準備好呢個溶液之後咧，就會打翻落去個膝關節嗰度。咁呢個溶液其實主要裡面有兩種嘅成分，第一種就係一啲抗炎嘅因子，因為我哋嘅理解就係話，當膝關節出現呢個勞損啦、退化啦，係會一定程度嘅炎症。咁如果擺翻呢啲抗炎嘅因子喺裡面咧，係可以有效減低到膝關節嘅發炎。另外一樣嘢，佢哋就係一啲嘅生長因子，即係話可以促進呢個軟骨嘅生長。咁初步嚟講，呢隻藥嚟講打完之後咧，都有唔少病人咧都覺得係個痛楚可以幫到同活動能力嘅提升。咁當然啦，你話進一步長遠嘅臨床數據咧，暫時都需要多啲研究啲顯示。咁但係睇翻早期嘅數據咧，大約個效果都唔錯。咁我覺得都係可以作為其中一個選擇俾呢啲病人，尤其是一啲年輕啦，個膝關節情況冇咁差，或者佢比較多做運動嘅病人咧，可以考慮一下。今日好多謝晒骨科張文康醫生同我哋分享咗好多關於膝關節同埋髖關節置換手術同埋治療方案。如果大家對於手術有咩問題嘅話，歡迎大家揾翻我哋 P18嘅成員查詢。多謝晒你，拜拜。拜拜。